成一体，同有救恩的凭着一主一心一心，同尊独一的生命，同享唯一天亮，同怀专一的盼望，同蒙恩爱无疆。教会在地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一向安息的圣徒，消弭甜蜜团契，恳求主赐我们能享快乐圣徒，同样温柔且谦虚，与主天上居住。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特别我们今天是我们的荣光堂的61岁的生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庆生，也为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全地的祝福，能够成为高雄的祝福来献上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许多人的蒙福的管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敬拜你、赞美你、来歌颂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美丽的会堂，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能够在这里与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歌颂你。谢谢主，你施恩来带领，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愿你施恩怜悯纪念。主啊，我们从这个教会一开始到现在，主啊，我们所经历过、所领受过的一切，使我们都能够成为祝福，并且能够使人蒙福。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安排都为主所使用，也愿你施恩来带领。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在任何地方，都有上帝你与他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请听上帝的话语。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我们忙碌、软弱与困难中，仍然用恩典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坦然来到施恩宝座前敬拜你。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你赦免我们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的亏欠，求主用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重新得着清洁的心与正直的灵。天父，我们也向你献上祈求，求你看顾今日的聚会，无论是敬拜、诗歌、信息与服事，都蒙你的悦纳。也求你看顾教会的弟兄姐妹，安慰忧伤的，扶持软弱的，医治病痛中的肢体，供应有需要的人。我们如此感谢、认罪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有神的同在，享受属天的平安还有爱。我们要一起来用诗歌敬拜主。若身体 OK 许可的，我邀请你们从座位上站立，和我们一起来敬拜。那若身体不适的，可以自行在座位上用诗歌还有心灵诚实，和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阿们，阿们。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莫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你就是生命的光。跟随主的，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神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拯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感谢，老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使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会度生命河，人生苦难，第一功课，借主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
你活着，让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 Amen 主的复活，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因主活着，我们可以一直在生命中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更多用我们的嘴来赞美神。记忆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将我失散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记忆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主心之时，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见我失丧，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
是感谢神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被神用重价来赎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让我们不用惧怕明天，时刻有神同在，神必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感谢神，愿神的光更多的来带领弟兄姐妹的年岁，也带领荣光堂的每一年的年岁，更加的荣神益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愿荣耀都归给神。阿门。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让我们以起应方式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86篇1到10节、16到17节，在旧约614页。诗篇86篇1到10节、16到17节，在旧约614页。由思慧起弟兄姐妹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上帝。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我们一起，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公祷事项。首先，我们要为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
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三重卫理堂张主佑牧师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美好的学习。为天气进入夏季祷告，求主使台湾夏季气候风调雨顺，人人注意环境卫生，使疾病瘟疫远离。让我们用主教导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听上帝的话语，请寻僧姐妹来攻读本周主日经课。今天第一处经课是创世纪21章8到21节，在教会旧约圣经18页。创世纪21章8到21节，教会旧约圣经第18页。创世纪21章第8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开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上帝听见童子的声音，上帝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上帝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第二处经课在罗马书6章1b到11节，教会新约圣经168页。罗马书6章1b到11节，教会新约圣经168页。罗马书6章1节下半，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以上是上帝的话。今天主日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0章24到39节，在新约11页。马太福音第10章24到39节，由思慧来攻读。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愿神的话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接着请诗班献诗。献诗的曲目是《我舍命是为你》。
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献诗，转入礼，将时间交给牧师。刚刚诗班唱的这首诗歌《我舍命为你》，这个是在德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信义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钦陈多夫，他的一个这个在他的画像下面有这样的话，他说：“我舍命为你，你为我舍什么？”好像是耶稣在问他一样，所以他一生这样的一个愿意跟随主，所以我们的信仰的道路是一生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要为2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来转入到我们的教会虽然他们是今天转入，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一段时间了，也在这边服侍了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在敬拜团在敬拜的当中，各位也有看到他们所以我们要请我们2位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请明策还有以婷到台前来好，来转一下。这个跟大家讲一个秘密他们已经在预备要进入那个这个红毯了正在预备中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他们也要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转入跟他们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好，那我想明策应该大家很多都认识他已经在我们当中当司会一段时间也在我们的社青当中，现在是担任小组长的工作服侍他的这个未婚妻这个以婷，现在是他的副小组长，是他的副手那也是因着这个明策来到我们的当中。好，那当然我们要转入，不是说一下子就帮他们转入，我们还是要慎重的，要在众人的面前，要在上帝的面前，要来问他们有关他们对愿意转入这件事情，成为我们荣光堂的一份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很慎重的，我们要来询问他们的心意，询问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真心的愿意来寻求那我们来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转入礼。好，那请你们2位转过来好，那我们要来听他们的一个任性一个任性。好，那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也在他们当中来做一个这样的见证。好，凡在本会或是基督教会其他堂会受洗礼的信徒，愿意加入本教会一同服侍，这时候我们要请他们表明自己成为卫理公会的一个会友。好，那我要问你们2位这样的问题：你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并借着你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我愿意。好，可以，各位，这个2个人一起答复，这是对的以后要共走天路的时候，2个人要一起。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声音不太大声，可不可以再大声一次这个大声一点好吗？好，再来来，我再问一次你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并借着你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我愿意。好，可以的，好，这才像个军人嘛对，我们的名册是我们的军中弟兄对回答要大声的好，那我们就要来为他们来举行这样的转入礼为他们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能够常常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的，那么也请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这样的关心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将我们的名册跟以婷带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主愿你施恩来带领，把你所托付给他们的这样的美好的身份跟职分交付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能够尽力的来爱你的教会，也让教会能够来爱他们、保护他们、兼顾他们，
以真理造就他们，一起来追求灵命的成长。这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请你们转过来啊，看一下，我们常常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要为你们祷告关心啊，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教会啊。好，谢谢弟兄姐妹，请坐哈。好，等一下你们还不用走哈。我们的这个副主席，我们请那个易兰，好，易兰，请你来帮我一下哈。我们要颁发我们的会友证书。好，好，来，这个要讲一下哈，这个是名册的这个转入礼，还有他的这个不是毕业证书哈，是这个会友证书哈。好，然后这里是这个怡婷的转入的证书啊，给大家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转入的话，都会有给大家有一张这个我们的会友证。表示好像你的身份一样，我们在荣光堂里，我们是有身份的啊，所以有身份认证哦，哈，有身份认证的啊，我们要请我们的支会副主席哈，我们来为他们颁这个转入的证书哈，还有我们的礼物，这个是怡婷哈。好，在我们的名册。好，感谢主，他们愿意加入我们的教会。好，那我们的诗班有礼物要送啊，我们请我们的诗班。新的生命，自由又丰盛，荣光照耀，欢欣喜乐，无比祝福我的梦。过去现最终，你是万众啊，今已小主的光辉灿烂，在一度有新生命。新的生命，自由又丰盛，荣光照耀，满心喜乐，无比祝福我的梦。过去现最终，你是满筹码，今已清楚黎明光辉灿烂，基督有新生命。好，谢谢，我们拍手欢迎他们。恭喜明澈和以婷和我们成为一家人。接着颁发红本门徒导师证书。这个又要再上来一次啊！好，我们现在要颁发的是我们的红本的这个师资的证书。各位，我们的教会里面开红本的门徒已经开好几届，但是我们一直期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因着我们来念门徒课程，我们真的学习当主的门徒。那我们卫理会有一套的这个门徒课程，我们有4个本啊，红绿紫金。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进到绿本了啊，那甚至我们也可能以后我们还会再开紫本跟金本。那红本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门徒导师课程啊，门徒课程啊，导师是他上的啊。好，那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这个导师哈，我们的天一弟兄，他3年前
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去受训了，但是现在才拿到他的证书哈。那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久，因为他这个还没上完这个完整的课程，他要上完完整课程才能够来拿到这样的一个导师证书。好，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天一弟兄啊到台前来啊。要上门徒课程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上完整的这个门徒的课程之后，才能够去受训成为导师。好，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天一兄哈，在3年前他就去这个受导师训，后来一查，哎呀，糟糕，这个没有念完怎么办？所以他现在正在积极的补课中了哈，所以感谢主，他已经这个尽量的在补满这个他的时数。好，那跟弟兄姐妹也来介绍，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位也都是红本的导师的这个证书的导师啊。我们的潘传道也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林老师也是我们的红本导师，还有我们的邵文弟兄都是我们的红本的导师。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尽量的教会有办这些的门徒课程的时候，我们尽力的来参与，让我们也来学习研读圣经，来做主的门徒。那我们要来为天一兄来颁发这个红本的证书啊。好，因为这个是总会课程，所以牧师亲自颁发，好吧？好，来，我们来颁这个红本的证书啊。好，谢谢。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上红本很容易啊，因为一上要上9个月啊，所以这个欢迎大家来挑战这个门徒课程啊。好，谢谢。以下时间请陈伟文牧师证道，证道的主题为信仰生活是一种测试。好，这个3度上来了啊。那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端午节的这个连假当中，也一起来庆祝我们的这个教会的61岁的生日。好，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你已经吃粽子吃到已经不行了啊？我昨天跟我们家师母说，我们不要再吃粽子了，我们去这个外面去找吃的吧啊！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昨天终于吃到一个跟粽子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我相信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已经相当的幸福了。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即使是不是那个季节，我们都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的台湾是一个很富裕、很好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前几天还看到有我们的办公室的同工拿着这个草莓蛋糕，我说哇，现在我们还有草莓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这块土地，能够来爱惜我们的土地。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的教会今天是我们的61岁的生日，我们的教会已经61年了啊，所以我们请大家要记得这个时间，我们的教会是1965年的6月25号开始设教的，但是一开始不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昨天我们这2位转入的弟兄姐妹明澈跟以婷，他们在上课的当中，我就特别提到说这个陈贝贝讲历史故事了啊，虽然我没有前面的历史，其实还没有经历到，但是因为有一些的资料资讯，包括林老师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资料，都让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早期的教会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各位，我们在现在这个会堂，我们已经是第4个我们在这边聚会的会堂。那最早的地方是在桂林街，然后再来我们搬到广西路的这个豆浆工厂，
然后在第3个地方就是在隔壁的 YMCA， 隔壁哈 YMCA 这边。好，然后到这个11年前我们才进到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61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61年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美好，当然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时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回溯这些时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只有怀旧，而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透过这些的过去，然后去展望我们的未来。好，所以6月其实有很多大事情发生，特别有很多的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我们的前辈，他们都在6月份有事情所以记得6月份有很多好事好，6月2号，在我们这个月里面，6月2号有一个日子叫做马偕日。各位知道马偕博士知道吗？马偕博士在6月2号的时候离开世界，所以这一天被定为马偕日。好，那各位要知道说，这个29岁的年轻人从加拿大1872年来到台湾，然后在这边30年的时间，然后留在台湾，而且娶台湾的太太，死在台湾这边。所以后来有很多的一个北部的这个福音工作都会纪念到马偕博士他曾经写下一首诗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的话，他说：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爱用台语念较好听啦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献给你，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欢喜拢伫这。所以他把他的一生奉献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讲爱台湾，那到底谁是真的爱台湾？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也许生长的地方不是在台湾，他们从国外来，但是他们却比我们更爱这块土地。所以当我们在讲爱台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提醒跟反省。再来是6月5号，有一位也是跟我们台湾相当有连结的，这个人叫做巴克里。好，各位知道巴克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牧者知道吗？我们台湾的第一间大学，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是台湾大学台湾的第一间大学在哪里知道吗？在台南的神学院。好，所以他是台南神学院的第1任的院长叫巴克里。好，那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下他的一个跟上帝的立约书，所以他后来全心的在16岁的时候全人的就奉献在上帝面前。6月5号是他来到台湾的一个纪念日。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6月有很多的这些的属灵前辈跟我们一起在过生日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来珍惜跟纪念我们现在所得着的这一切。好，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个会堂可以使用，我们在冷气房里面，我们在这些的很好的环境里面来做礼拜，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是前面有很多人一直在那里奉献他们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期的基督徒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做礼拜，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崇拜的时间，他们是要逃命的。信耶稣是跟生命有关的，信耶稣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信耶稣可能会受到一些的逼迫，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困难，可能会受到一些的难处。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碰到大部分都是比较在情绪上的，或是一些的生命的问题。但是过去的生命问题跟我们不一样，是会死人的。信耶稣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会牺牲你的生命。好，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或是我们信耶稣之后就一切风调雨顺，一切国泰民安，一切什么事情都没有。其实牧师要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信耶稣并不是这样。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受苦，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患难，信耶稣有很多很多被人家拒绝、被人家抛弃、被人家讨厌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因为这些事情即使来了，信耶稣的人，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大能来胜过这一切。不是信耶稣的人没有遇到问题难处，而是我们有能力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个苦难跟患难。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身份跟角色。好，所以要先跟大家来解释在圣经里面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因为很负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应该要信心满满。台语堂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我们的题目叫做没有考试卷的考试。那今天的我们在华语堂里面叫做生活就是一场测试，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在不断的来测试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相信。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24节的地方，今天会跳着讲，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充裕，那所以我们会跳着来分享这些的比较里面的重要的内容。我们先来看2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24节，一起念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看上下文啊。如果你只有看这个一段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心里面会有一种这个落差，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人家写过一篇的文章叫做《诗说》，知道吗？有一个人叫做韩愈，知道吗？那韩愈这个人他写了一篇诗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也不必贤于弟子。意思就是什么？老师不必一定要比学生强嘛，那学生也不必一定要输给老师啊。那为什么耶稣反而是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话，千万不是用一个单一的向度去看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当过去的人他们在面对一些的难处跟困难的时候，他们其实知道说你的老师会遇到什么，你的学生就会遇到什么。所以他所谓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老师是怎么样，这个当学生的也会这样。你的先生是怎么样，你的主人是怎么样，仆人就一定会被怎么样。所以如果人家不喜欢这个老师，那同样的也会不喜欢他的学生。同样的，如果这个人他不喜欢这个主人的话，他的仆人大概也不会被欢迎的。所以这段的圣经的解释是这样，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哎呀，老师不能够这个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耶稣曾经对这些的门徒讲过这样的话，说什么？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耶稣并没有说学生不能够做过超过他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在这里所说的是，当这个老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学生也会遇到。如果主人是怎么样，仆人也会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耶稣在世上的一个状态，他也遇过很多的被拒绝、被抛弃，甚至被这个伤害的事情。所以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也会是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这样常常跟我讲，他说我们的教会是经过苦难的教会。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是我们当中的资深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也曾经跟我讲，他说牧师，这个我们卫理会叫做冷气强讯息弱听得懂意思吗？什么叫冷气强讯息弱？我们设备很好，我们的这个环境很好，但是我们的这个传递的福音信息是没有 power。 好，但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事情，就是如果你要有 power 的话，其实我们要更多在经历当中去迎接那样的一个苦难。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安逸里面，我们不是在一个真的叫做在一个患难跟困难当中。教会增长最快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患难跟困难中，而不是在安逸的情况里。好，所以28节我们来念一下28节一起念这一下28节，一起念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好，所以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各位如果看今天这段圣经的前面的话，耶稣刚拣选了12个人，这12个人是他的门徒，然后这些人要奉派出去传福音的。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在告诉他们一些你出去的时候会碰到些什么。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那个好像都很多的负面，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各位出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后半段。其实后半段是有祝福的啊！我要念给大家听这个事情，就是当你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宣讲福音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在马太福音的刚刚读的第10章的40节到41节啊，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吗？当你出去的时候，如果别人接待你，就是接待耶稣了。当别人接待你的时候，他就是把耶稣接待到他们当中，而且他只是给你一杯水喝，他都要得到祝福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带着使命出去的。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是我们应当要将福音更多的给别人。所以不是传那个叫做负面的事情，不是传那个不好的，而是我们要给人的是一个蒙福的机会。信了耶稣之后，你的蒙福是什么？不是你无灾无病、敬虔无事，不是的，而是你能够在患难当中仍然靠主刚强，靠主来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你现在的情绪，不要被你现在的情况，不要被你现在的困难打败了，因为我们应该是胜过世界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除非我们没有信心，要不然我们应该要这样相信。耶稣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那个会杀你的身体，但是不会伤害你灵魂的，不要怕他。要怕的是什么？连灵魂都没有了，连你的灵魂都没有了，这样的才要怕他啊。好，那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这个经节，我们必须要先跳过，请大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经文再仔细的做一些的思考。好，但是这个 John Piper 这个人他说什么？一个真实在圣经中看见基督的人，他会停止去讨好人。有时候我们会被逼迫，有时候我们会被拒绝，有时候我们会被人家看不起，或者是会被人家抛弃，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有时候反而是因为我们做对了。很多时候在团体里面，当我们讲真话，当我们说真实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被人所喜欢的。所以有时候你受到逼迫，有时候你受到一些的难处、困难，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有时候你可能做对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而不是我们为了讨好人去说一些不应当或者是不应该的话，或甚至是谎言。求主给我们有勇气跟信心跟力量来往前，并且能够来讲真实的话语。但是要跟弟兄姐妹做一点提醒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讲话直跟没有礼貌放在一起。牧师要先跟大家做一点提醒，就是讲话直不是代表没有礼貌啊，讲话只是因为你讲话是很直接的，你很正直的去说话，但是不是代表没有礼貌。所以很多时候牧师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我只是讲话比较直而已啊，我只是讲话比较直而已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讲话直跟没有礼貌不一样啊。我们虽然讲话直，但是不是代表没有礼貌。但是当我们很有礼貌的，我们能够去劝诫别人、教导别人的时候，还是受到一些的逼迫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光头牧师哈，这个提姆凯勒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跟随宗教的人寻求上帝，是因为看到有利益，因为有好处啊。但是跟随基督的人寻求上帝，是因为看到他的美丽，看到上帝的美好，所以我愿意跟随耶稣。但是跟随宗教的人是什么？是他要在这边得到一些好处跟利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有好处，所以我们在那里来侍奉，而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是应该我要学习跟效法的对象。所以耶稣说，不背着我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会面临这些可能被别人来拒绝、抛弃、讨厌或甚至不喜欢的，但是这些就是耶稣给我们要背的这个十字架。好，所以真实的信仰不是以金钱的外表来自满，不是以外在的表现来自欺哈。所以真正的活跃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要取代的那个内心的属灵的生命，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罪跟懒惰，甚至也不以金钱的表现来换取被别人的肯定或者是接纳。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要被别人肯定跟接纳来侍奉的。那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牧师，这个我来这边服侍跟侍奉啊，这个请你要告诉众人说，这个我在这边服侍跟侍奉。但是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事情是，我们所有的服侍跟侍奉都是隐藏的，不是要荣耀自己，是为了荣耀基督。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而是要让神被看见。听得懂那个意思吗？不是让我自己被看见，是让上帝被看见，让耶稣被看见。求主带领，让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荣耀他。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做主的门徒必然受到患难跟逼迫。所以圣经里面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说，凡在主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如果你现在受到逼迫，所以如果你现在受到一些的困难跟拦阻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是正常的。所以对恶人而言，死亡是深层的惊恐，但是对圣徒而言，死亡是已经熄了一切的惊恐，而且是准备进入荣耀的一个顺序。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前仆后继的愿意为信仰而死？因为他们知道要进入的不是一个恐惧，而是进入那个荣耀的里面。所以当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诗篇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当刚强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患难，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困苦，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更要感谢上帝，是上帝让我们能够配受这些的苦。第二个，做主的门徒必然蒙上帝的保护，所以不是都是负面的啊。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应许说什么，我们出入上帝都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出去都一定会遇到问题，不是全然的都认为没有问题，也不是都全然认为我们一定很糟糕，并不是，而是我们走在一个上帝的路上，上帝看顾我们，出入都蒙他的保护，白日太阳必不伤我们，夜间月亮也不害我们。但是我们也不用去认为说好像我们都不会去经历到这些的患难。所以基督徒可能会经历到十分惨重的跌倒，也许我们可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我们请记得，我们不会跌出恩典之外，我们一定是在恩典的里面。即使我们可能会有难处，会有困难，会有跌倒跟十分凄惨的状态，但是我们都仍然走在恩典的道路上。所以外在的纷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拿到主的应许，他应许给我们他所赐的自由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第三个，做主的门徒必然要背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当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的，包括你可能要舍弃你的手机，包括你可能要舍弃你的网络，包括你可能要舍弃一些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见证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所以你的时间、你的金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个也许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你可能会因为没有手机很痛苦，你可能会因为没有网络很痛苦，但是你愿不愿意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给主？你的时间跟金钱用在什么地方？你的金钱花在什么地方？你用多少的时间在面对你跟上帝的事情？所以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换，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成为基督徒确实不容易，但是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行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能够，也许我们模模糊糊的
不清不楚的，但是我们走在一条正确跟一个安全跟上帝所祝福的道路上。所以做主的门徒不是叫我们只有来上课，当然上课很重要，但是不是只有上课而已，更重要的是每一天你要与主同行。所以你的考试卷不是在纸上面，你的考试卷在哪里？你的考试卷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好，所以最后给大家的一个结论就是，有穿越风雨的信心，也有修补破碎的盼望，不是因为人生从此没有难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掌管一切的那位主跟我们一起同行。所以有人问说，苦难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请记得，苦难的时候，当你遇见患难跟苦难的时候，上帝仍然与你同行。曾经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那个集中营里面，有人在毒气室里面看到有一行字，那里写着，在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但是在同样的那面墙下的一个下面的地方，有人写说，在这个时候上帝在这里。求上帝帮助我们，苦难并不是代表我们与上帝远离，而是苦难是上帝与我们同行。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所以也跟大家来工商服务一下啊。我们的下个学期，我们的刘清乾牧师会开一堂叫做苦难神学啊。今天我们的慧秋老师也来到这边，他是我们的南区的这个主任啊，这个延伸制的主任。那他也为我们安排了很多好的课程。那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了解苦难的意义是什么，也许你正在经历一些苦难，那就欢迎大家来上这个苦难神学啊，让我们可以对苦难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那有人会说，那牧师，我们今天在过61周年，为什么要讲苦难呢？因着苦难，我们才会知道甘甜是什么；因着这些的痛苦，我们才会知道美好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经历过那些苦的时候，请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让我们的荣光堂经历过不同的阶段，也许我们有欢乐，也许我们有痛苦，也许我们有悲伤，也许我们有许多的些的经历，但是主，我们相信一路上有你的同行，我们就不害怕。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常在你的里面蒙福，使人因我们也得福。虽然我们历经患难，但是让我们成为蒙福之人，使人因我们能够得蒙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荣光堂61年在这个地方设立，为的是要使我们所在的地区能够蒙福，因着荣光堂能够蒙受大大的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庆生了啊！好，那我们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61年真的是不容易，61岁的生日啊！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蛋糕先生小姐把我们的蛋糕推出来啊！我们不能够点真正的蜡烛，但是我们还是有蜡烛的啊，还有我们这个也真的有蛋糕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来庆生，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我们来唱2遍啊，我们来唱一次这个国语的，一次台语的啊，让我们因为我们有台语堂，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来纪念我们的台语堂跟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我们是一起的啊。我们来唱2次生日快乐歌哈，我们一起来唱，预备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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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给我们的教会在这里设立了61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愿荣耀归给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主你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庆生，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蒙福的一切，也让我们将这祝福带到我们的社区，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工作上，带到我们所在的每个地方。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次来拍手哈，祝福我们的教会61年。好，那但是呢，蛋糕我们现在先不拿哦，我们主日结束之后，我们再到1楼去拿，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蛋糕先生小姐再把他推出去啊。好，但是呢，我们有准备有3段的影片啊，要给大家来看这3段的影片。其中有一片呢是我们当中的弟兄他自己用 AI 做的啊，我现在也在学习用 AI 怎么做了啊。我们这个暑假也有 AI 班，那欢迎大家来上课啊，我们能够来学习用 AI 来做。这一张图也是我用 AI 做的，那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用工具来更多荣耀上帝啊。好，那我们先好，那就先那个先看影片好了，先看影片啊。我们有3段影片呢啊。还有主题歌了 ，AI 有主题歌。主爱引领前行，在这里有爱围绕你。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你出现啊？对，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这样做了哈，他学习 AI， 他自己也这样做啊。我们的茂林兄很厉害了啊。好，我们再看另外2片啊。这个我们的算是第一任的牧师了啊。很高兴我在上帝的引领里面，我第一间牧会的教会就是高雄福音新村教会，之后才变成福音堂，又变成荣恩堂，啊，所以看到这个教会在神的祝福里面，虽然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但是现今有一个美轮美奂的荣恩堂，有神的赐福在当中，所以我看见整个教会的发展，这几10年来都是神的恩典满满，也愿神继续用他的恩手来带领荣光堂，能够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上帝荣耀的教会。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好。各位，我们荣光堂其实真的很有荣光，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边造就了2个会督出去了哦，知道吗？哈，刚刚那个是我们的第一任的会督啊，也是我们的荣光堂不算第一任牧师了啊，他是神学生的时候在这里。那所以我们的荣光堂曾经造就过2位会督出去了。那第2个会督就是陈建中牧师啊，他也在我们当中牧会了2年的时间，然后到台北去来担任会督，所以我们荣光堂可以产生会督的哦啊，千万不要小看啊。好，第3部影片啊。我们荣光堂已经在地超过60年，我们期待我们的荣光堂继续的在高雄往前走，能够成为高雄地区的祝福。我们的荣光堂在高雄这边，我们期待能够在高雄这个地区能够带来祝福，带来让社区、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因着我们的荣光堂的存在而蒙福。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教会的使命。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要去，使万民蒙福。”所以，愿我们的荣光堂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教会，能够继续的传承这样的美好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延续着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使命，透过
约翰卫斯理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让我们从高雄出发，进而到整个台湾，甚至到整个华人社会，到全世界都成为主的牧区。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高雄出发往前走，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我们的荣光堂已经61岁了，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耳顺之年，继续往前冲，向前迈进。我们的荣光堂生日快乐！好，真人在这里，那个是拍的影片，但是真人在这里啊，但是不是 AI 哦，不是 AI， 但是真人的啊。好，那求上帝带领，让我们可以能够一起来跟教会庆生啊。那当然节目不是只有这样，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弟兄姐妹，他们要弟兄纯弟兄，但是我们有一位是从这个台北下来的弟兄哈，他跟我们一起来献诗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生啊。我们要请我们的小乐团，还有我们的这个忠胜弟兄哈，白发王子团跟忠胜弟兄哈。弟兄姐妹平安。刚刚看到叫做白发王子，曾经也黑发过，只是走过了这个岁月之后，从黑发到白发，到快要没有头发。感谢主，这是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为教会服侍，也让我们能够走到生命最后一步，仍然为教会来服侍。我们今天呢，特别要献上这一首《从荣光来，向荣光去》。那这首诗歌呢，是由我们忠胜弟兄翻译至日本的诗歌的圣诗。那这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第3章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也将这首诗歌献给我们荣光堂61周年，生日快乐！主
改变我收拾我命，我要这做小主的人，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求主耶稣恩光美妙，恳求主来改变我。要这做小主的人，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求主耶稣恩光美妙，恳求主来改变我。感谢主，将这首歌献给我们荣光堂61年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我们顺道再打个广告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天一兄他的团队礼拜六的晚上都在教会练习啊。那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学习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声音的话，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诗班。我们的诗班会教大家有和声啊，所以这个好的和声也是从这个团体当中练习的啊。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诗班，能够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那我们以后也可以，不管是大团体、小团体，我们都可以用歌声来敬拜上帝，跟上帝来带领。感谢神，因着历任牧者的辛劳，还有弟兄姐妹的爱及委身，使教会经历许多神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为61周年堂庆来献上感恩。现在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在新灵粮诗选273首，教会独一的根基。从水与道而出。
请坐。请我们预备心，以奉献来感受对上帝的爱。让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也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与信实供应。今天我们将所献上的金钱、时间与心意，恭敬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愿这些奉献成为福音事工的祝福，帮助更多人来认识你，经历你的爱。也求你赐给教会智慧与忠心，善用每一份资源来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向主献诚。弟兄姐妹，请坐。请问本周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第一遍后，请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教会消息请大家自行参阅。那牧师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事项？会记得等一下结束要拿蛋糕啊。好，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庆祝我们的荣光堂61周年，也将荣耀、尊贵、全能、颂赞归给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中，请为肢体需要跟教会消息来代祷。若有需要牧者祷告，请待等候，牧师会为您祷告。